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春日。大家而家睇到個畫面呢，並不是過年，又並不是什麼假日，只係一個普普通通嘅星期二嘅晏晝。咁點解會為大家拍呢段片呢？就原因就係話電動車嘅限制範圍同埋電動車嘅使用道路規限上面呢，就有一個新嘅規定喺華強北嘅步行街出現。咁而呢個新嘅規定呢，較早前呢已經喺賽格通訊市場嘅經濟大廈門外，至到呢個現代之窗嗰一段步行街呢，就已經實現咗啦。今次呢，就已經延伸到第二階段，就嚟到呢個現代之窗至到曼哈頓呢一段嘅步行街都已經實施咗，而且呢一次實施咗嘅設施呢，就仲簡單，仲容易令人哋明白，或者令大家朋友喺華強北嘅步行街上邊呢，就可以更加自由、更加舒適，唔使再擔驚受怕，驚啲突然間有隻電雞喺隔離飛過，又或者行下有個隻電雞喺後邊叫你唔該讓一讓啊咁樣啦。咁今次喺呢個華強北嘅步行街裏邊呢，就大家都睇到啦，畫面上邊呢，就將兩個步行街嘅電雞濃縮到得返賽格通訊市場嘅工業大廈嗰邊，同埋賽格電子世界嗰邊嗰一段路仔呢，仲有可以擺到呢個電動車。咁大家睇到啦，幾得人驚啊！一個範圍裏邊擺咗無數嘅電動車喺度，真係令人哋眼界大開㗎！一眼望埋去，哇！真係數之不盡。大家如果可以嘅話，數一數話俾我聽，有幾多架喺度啦？我就真係數唔清楚啦。咁然後呢，一街之隔，咁啊大家都見啦，一街之隔呢，呢邊呢嗰啲電動車呢就擺到成千上萬，真係數都數唔到有幾多嘅，幾犀利！但係呢，一調翻轉頭過咗呢條街呢，咁嗰邊啊行得舒服啦。所以大家呢就要留意一下，唔好以為呢邊擺咁多電動車呢，其他嘅地方呢都係咁多電動車。嗰邊呢，即係話過咗經濟大廈嗰邊呢，嗰邊係整治咗嘅，暫時呢就整治咗、管治咗，淨係路中間就有電動車行。路中間嘅兩旁呢，就係擺呢個美團啊，即係啲外賣速遞嗰啲車先可以入得到，先可以停車。如果係私人揸嘅嚟到呢，就冇位停㗎啦，就要擺呢邊。所以呢個電動車陣啊，真係好震撼㗎！喺華強北嚟講，你諗下幾多人喺度工作啊，嚟買嘢啊，嚟做生意啊，大家都用電動車。咁啊，大家睇下呢邊啦，現代之窗呢邊呢，一路到呢個去到賽格通訊市場嘅經濟大廈，都係好自然咁樣行啊，幾舒服，行得一架電動車都冇。咁另外呢邊呢，就實施咗右上左落，即係同揸車一樣啦。嗰條路就整咗右上左落。咁呢度啲泊車位呢，就只供呢個外賣同埋一啲同快遞有關嘅車輛先可以停泊喺呢度。如果唔係呢，就即刻拖走啦。就算喺華強北行街呢，都會行得好舒服噶啦，開始唔使驚話有啲電動車啊，有啲電雞啊左穿右插咁樣騷擾到你。咁現階段呢，就只係通咗兩段，做咗整治嘅啫。一邊呢，就喺經濟大廈，去到呢個現代之窗嗰一段路，同埋現代之窗至到下一段曼哈頓，即係由呢個遠望去到曼哈頓嗰邊，即係貿易對出嗰度咧，全部都係做緊呢樣嘢，管制咗犯法呢，咁就要罰錢啦。又或者呢，亂咁泊車呢，咁就變咗就俾人搬咗去一笪非常得意嘅地方，自己去憑 GPS 去攞翻佢啦。咁呢段路呢，實施嘅時間呢，就由呢個4月5號開始，咁就為期呢，就去到20號，就係第一階段嗰個電動車嘅管制生效。
地下咧就畫咗一個標誌，就係右上左落，即係同國內嘅駕駛方向咧係全一樣嘅。一街之隔就係咁樣啦，一邊咧就擺滿晒電動車，鬆近啲，大家就睇得好清楚啦。呢邊就係工業大廈。好啦，咁經過呢條路呢，經過呢條燕南路之後呢，就係咁乾淨啦，一架電動車都冇，大家都行得好守規矩咁樣，右上左落。路上邊呢就好明確嘅指示，電動車要行邊度，人要行邊度。佢仲貼心到呢，推嬰兒車啊或者輪椅呢，又有一個特別嘅專用通道喎。呢個無障礙通道又真係幾得意嘅做出嚟，但係實際上有冇人用呢？我就真係唔知啦。以前行喺呢個橋底呢，通常都擺滿晒電動車㗎啦。大家睇下而家幾舒服，行得又冇車又冇剩，仲有一樣嘢，電動車行嘅路就喺隔離，禁止停車。後果自負，8個大字就寫咗喺度啦。咁條路呢，就係咁樣啦。好啦，片段就嚟到呢度，好多謝各位收睇。臨走前大家要訂閱、分享、按讚，多謝各位，拜拜。